香港朋友注意，落內地買樓99%都俾人揾笨，假樓亂收費冇兜底。好多香港朋友想嚟大灣區買樓自住上車，但我講句真話，10個落去9個踩坑。網上啲屋平到唔合理，影到超級靚，點知去到現場貨不對版，中介亂收雜費，揾各樣名目抽水，簽完約就唔想理人，交易完全冇保障，真係激到你想鬧啊！死靚仔，玩嘢啊？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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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今日徹底幫香港街坊拆解，內地買樓想零踩坑，唔俾人揾笨，全程安心，認準一個平台就得，貝殼找房。8點鐘返工，你朝早瞓多1粒鐘咋，嗰啲銀紙就飛晒嚟落荷包度㗎啦。香港人異地買樓，第一最怕就係假樓流料，好多平台專登掛啲超低價靚相，就係氹外地人。氹我哋香港人落嚟睇，浪費時間、浪費車費。但係貝殼同其他平台完全唔一樣，佢係成個內地樓市入邊真房源規則最嚴、最硬正嘅平台。官方白紙黑字，真房源假一賠百。入邊每一間屋、每一個小區，全部對接官方樓盤大數據，價格真、樓層真、戶型真、實景真，唔會俾你睇網圖好夢幻，落地變買家秀。香港人落嚟睇樓，完全唔使擔心白行一趟，解決咗假樓。第二就係最驚嘅交易風險。我哋香港人唔熟內地啲規矩，最怕資金唔安全，前業主欠費，過戶出錯，中途出事冇人負責。呢個就係貝殼最殺食、最值得香港人信嘅地方。3+3 6大專屬保障，成個交易全程幫你兜底，唔使你自己擔心風險。我直白講俾大家聽：第一，交易唔成功，佣金全額退你；第二，前業主欠費，平台先行幫你墊付；第三，唔會亂打電話騷擾你，騷擾就賠付。再加埋房款安全保障、房屋質量問題賠付、過戶網跑全額補償。我哋外地人、香港人過嚟買樓，最驚就係出事冇人認數。有貝殼呢6大保障，等於有人同你兜底，夠晒安心，夠晒穩陣啊！好多香港朋友同我訴苦，內地買樓好煩，揾一個中介得幾間屋，問幾間中介又互相搶客，互不通用，揾樓揾極都唔啱，浪費好多時間。貝殼就係用一套 ACN 大網絡，打通全國所有門店、所有經紀人，全網房源互通，資源共享。你唔使日日換中介，重複講一次又一次你嘅需求，你講清楚預算、想要嘅地段、戶型。平台直接幫你篩選全網合適嘅心水房源，慳時省心，唔使白撞。內地樓市好多套路，專門氹唔熟行情嘅香港人。開頭講平，中途亂加服務費、亂抽水，稅費又唔講清楚，簽單先同你計大數。貝殼完全斬斷呢啲陋習，所有收費、稅費、佣金流程100%公開透明。你買樓之前每一筆錢用去邊度，要交咩費，有幾多稅費，全部睇得清清楚楚。交易進度實時睇，資金流向明明白白，絕對唔會出現坐地起價、暗地收費。總結一句真心話：香港人落大灣區買樓，訴求好簡單，唔想俾人呃，唔想麻煩，唔想擔風險，想要穩陣。而貝殼找房就係最貼合我哋香港街坊嘅大平台。真房源唔呃人，交易有兜底，收費冇套路，揾樓夠高效。無論你係打算自住、結婚上車、細路讀書，定係穩健微調投資，想喺大灣區零踩坑買樓，揀貝殼找房絕對係最穩陣、最聰明嘅選擇。你喺邊個區返香港嘅街坊，想知大灣區邊個片區適合港人？想睇真房源，想問置業政策，全部歡迎評論區留言，我逐單回覆大家。